冷氣通冷氣機移機服務，即日到場，專人處理。搬屋、裝修或重新規劃空間時，冷氣通提供即日冷氣機移機服務，由資深技師上門服務，快速專業拆卸、運送及安裝，收費透明，讓你輕鬆無憂。此外，我們也提供冷氣清洗、保養、維修及檢查等相關冷氣服務，助你全面解決冷氣問題。什麼情況需要冷氣移機？搬遷住宅或辦公室、搬家或辦公室遷址，需將原有冷氣重新安裝；裝修重整空間，室內裝修或間隔調整時，重新安排冷氣位置；設備老化更換，設備老化、位置不佳，需要重新安裝以確保安全；出售或轉讓冷氣機，出售或轉讓設備前需要專業拆卸及運送。實用技巧：冷氣機移機前的注意事項，提前清理冷氣附近的雜物，方便技師進行拆卸作業。確認新位置的牆體或窗框足以承受冷氣重量。提供舊位和新位的照片，讓技師更準確地評估。移機後建議進行一次清洗及保養，延長冷氣機壽命。冷氣機移機常見問題 FAQ Q1 冷氣機移機需多久時間 ？A 一般需1至3小時，視現場環境及機型而定。Q2 冷氣移機會損壞冷氣嗎 ？A 不會，我們有資深技師負責，操作安全可靠。Q3 移機後可立即使用冷氣嗎 ？A 可以，安裝完成後會進行即場測試，確保正常運行。Q4冷氣通提供其他相關服務嗎 ？A 是的，我們提供冷氣清洗、維修、保養、檢查等一站式服務。